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食蚵仔讲台语。人人叫阮是青蚵仔嫂，要食青蚵仔话是免惊无。蚵仔甲面线，一个爱呛水，一个爱日头晒干。恁看，不管是较早的台湾歌谣《青蚵仔嫂》，还是即摆流行歌《蚵仔面线》，内面啊，拢甲蚵仔有关联啊。这也展现咱台湾人和蚵仔密切的关系。那安尼啊，咱参观蚵仔养饲的过程，也是咧享受蚵仔料理的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咧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今仔日咱来海边啊，是要耍啥？这啊是咱定问爸母的问题啊。台湾有真侪所在，拢会当参观饲蚵仔的过程，像讲啊，彰化啦、云林啊、嘉义啊、台南啦，这些种种的所在啊，其实海边啊拢有饲蚵仔。总是啊，伫这些所在内面，伫彰化、丰原啊，有一种真特别的物件，叫做海牛啊。海牛就是会当驶伫海部地的一种车啦，用牛来拖。这海牛啊，即马已经真罕去看见哦。所以啊，若一日啦，爸母带咱来丰原佚佗，因有可能会应讲啊，咱来丰原会当坐海牛，佮会当体验收蚵仔的过程，最后佮来食蚵仔，安尼敢好？啊，若讲到饲蚵仔的过程啊，一般较常用的有两种方法啦。伫咱丰原这边啊，饲出来蚵仔叫做珍珠蚵，伊啊较细面，毋过啊真 Q 真好食。所以啊，伫坐海牛的参观的过程啊，咱嘛会当问在地的人啊，讲啊，咱这蚵仔是安怎饲的？安尼问了后啊，除了好耍。在地人可以甲咱解说，透过伊的解说，咱就能得到真侪知识哦。啊，若是参观蚵仔养饲的过程啊，行程的最后，定拢会有烘蚵仔的体验啊。这时，若是咱毋捌烘过，较袂晓烘，嘛会当问讲啊，当蚵仔烘到什么程度，才算是好啊咧？安尼啊，来问人讲啊，当时迄蚵仔会当摕起来食，嘛会当问讲啊。烘蚵仔时爱抹什么款的酱料？安尼啊，咱来问酱料的问题。人啊，就会甲咱解说讲啊，烘蚵仔味觉到底伫倒位？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今仔日咱来海边啊，是要耍啥？咱来丰原会当坐海牛，佮会当体验收蚵仔的过程，最后佮来食蚵仔。安尼敢好？蚵仔是安怎饲的？蚵仔烘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好啊？烘蚵仔敢爱抹什么款的酱料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食蚵仔、看蚵仔配台语，安尼啊，才是正办的啦。今仔日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